舊年我住過200幾間酒店，簡率水靚但唔貴嘅4間民宿，一定要同你 share 下。第一間係好多人嘅夢中情屋，陽朔水稻田，住喺呢度，每間房都正對住桂林山水，每一扇窗打開就好似課本啲封面畫面，而且民宿正正包住咗山下面，既成片稻田，成個畫面好有 feel。稻田盡頭就係御龍河碼頭。日頭可以坐竹筏漫遊，夜晚可以睇煙花，位置係陽朔嘅精華地段。第二間係玉皇江河，中朔冇哪樣啷樣係呢度，每間房每扇窗都好似為雪山而設嘅取景框。我最中意佢哋嘅雪山庭院房，坐喺院子一邊望住雪山一邊飲茶。仲有一間山頂咖啡館，之後係大理里海邊2間民宿，空山寓同埋木星堡。空山寓喺山腳1房1私湯，可以躺喺里海旁邊浸浴。摩西貝山道主打犬計 Winky 同蚊亞霍莊園，個畫面好似托斯卡尼。我最中意佢哋嘅溶洞私湯同埋山頂露台，好似去咗地中海咁。4間都各有風格，如果俾你揀，你會最想住邊一間呢？